Hello，各位好，我係 Lemmy。未睇影片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下我嘅 YouTube 頻道，訂閱、按讚同埋分享。嚟緊一有筍盤，即刻送上，多謝晒大家。我哋參觀一個奧雲峰452尺高層買賣，洗手間同發展商原裝收樓標準，使用咧都係比較整潔，睇落去個狀況。廚房啦，基本嘅配套咧都有齊晒㗎啦。行翻落去廳嘅咧，方方正正嘅。咁客房咧，成日都係方正實用啦。景觀嚟講咧，都係望翻內園同埋遠景為主。主人房咧，其實同廳房同向都會望到維港煙花景嘅。呢個位置向南，空間感都闊嘅。飯廳啦、客廳擺完梳化電視絕對冇問題。行翻出去38尺露台，視野更加開揚，望到維港煙花海景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聯絡翻我哋志高物業。